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到迄落时，也迄落期，意思晚近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番薯汤，到时阵才看书办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棋，读过一棋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棋是古早武官用来命令士兵的物件，卖当讲是日咧布或者是纸画图样，加做代表团体或者是发号命令所用的物品。期间，有人讲是机关、机高、机管，若部下有人讲是机下、机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头旗，这是咧庙会老日迎神明进香队头前带头，代表主神的旗帜。第二个词读做亚旗军啊，本地意思是讲大官府出巡的时，亚旗仔的兵啊，比如做小人物或者是舞台顶小角色、小角。就一句话讲，做小生无文才，做小段无身材。亚旗军啊行人台，做奸臣无下台，若做小偷啊无开台。这个意思拢是无脑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个人唔知路，搁要亚头旗，未扑假扑，唔捌假捌，出代志亲像是亚旗军啊行人台，爱靠爱对路。像这款人，若是叫你做伙出去游览，你就要好好啊考虑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棋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